何为有情人呢？无非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呗，二娘子，对不对？可是什么是快乐的事儿呢？俺娘说过，这娶个老婆吧，就得大手大脚、大脸盘子，是吧？这个能放下锄头能拉磨盘的啊，在屋里管着孩子，在屋外还能喝着牲口，对不对，二娘子？我哪里知道？你们这些吃素的，哪知道我们这些吃荤的烦恼啊？你看这侯府上下的有情人吧，也就那么几个，大夫人、二夫人。不行，这咱不敢惦记。你看你，钱管家、胡丈房，你们这些都是男人，我也不好这口啊。陈家老四是女儿，也不对，陈家老四比男人还男人，大八字布卖的。哎，这可真是臭煞我也！哎，双子，把和好的面给我，我来擀皮儿。老爷说啊，他就要和夫人亲自包饺子。哎呀，有情人，有情人，请和我做一些快乐的事儿吧。下流！夫君还真是想一出是一出，这多少年都没亲自包过饺子了，这冷不丁一包啊，都生疏了。包饺子这种事儿啊，就得亲力亲为的才有意思。正所谓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嘛。夫君这张嘴永远都有理。哎，二女，你那包的什么玩意儿？那馅儿都露出来了，放锅里边还不成了片汤了？啊？你还往里怼你？行了，你别包了，放那儿吧。跟我们几个好好学一学啊！一会儿你去把那蒜捣了，捣成泥。吃了蒜，晚上可别碰我啊！臭男人的，不臭还叫男人？老爷夫人，不好了！胡丈房，你干嘛呢？你让郎撵了，你快说呀！晕倒了，胡丈房他晕倒了！啊！老胡啊，你我兄弟多年，你不能就这么走了呀，老胡先生，胡先生，秦叔，这胡先生这是怎么了？这是脑血栓还是脑溢血呀？要是这个年月可没法治啊，拍个片画个验都不行，更别说开出手术了。老胡，快醒醒啊！你看小侯爷和夫人都来看你了。胡先生，老胡，哦，醒了。老胡啊，你差点把我的尿快吓出来了。哎呀，胡先生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小弟，快扶我起来！哦，快！小侯爷，你快看看吧！你这记的什么呀？夫人，这是2笔账啊。眼下咱花露水的收入啊，已经超过了3000两。还有，你看，这是我推算的。等咱们新的花露水作坊和造纸作坊都投入了生产，这只要1个年景下来呀，咱这侯爷府就有黄金10万两的迹象啊！10万两啊！10万两！胡先生，你刚才是怎么了？哎呦，我的侯爷爷，刚才啊，我是被这个进香书给吓得背过气去了。哎呦，我的老这么多收入，这么远大的前景啊！明天咱们就给全府上下发红包，指定发，明天就发。发多少？夫人你定。我定啊。发还是不发呀？夫君，能这样跟你在一起真好。苍天有眼啊，让我王子豪脱胎换骨转到这个年代。正所谓囊有钱，仓有米，腹有诗书，身无病，心无忧，门无债主啊。最关键的还是有你们2个好媳妇。爷
以后好好照顾老爷。谢夫人。下一个。谢夫人，侯府是小的的再生父母，侯府给了小人生命。啊，不对，夫人，我太激动了，我也不知道说啥了。行了，以后腿脚勤快点，下去吧。谢夫人。下一个。二娘子，这不能要。让你拿你就拿，下去吧。谢夫人。夫人，照这样发下去，怕是要100多两银子呢。怎么，主家没心疼，先生倒心疼了？不，我是说呀，咱这侯爷府已经好些年没发红包了，今儿这红包，奴才们连想都不敢想。就是老侯爷在世的时候，也只能是意思意思。今儿个这红包啊，怕是在长安城里豪门大户之中，那也是最多的了啊！甭说您不敢相信，就连我也做梦一样。自从侯爷得了那场病，转了性子，这府上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，花露水卖得好，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好。这大家忙了1年辛苦了，发点红利算什么？这大过年的什么也不图，就图吉利。所以啊，您就放心的发。夫人呐，您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大过年了，咱们图个吉利。下一个。夫君，你说这个花是什么时候开的？你什么时候想看，它就什么时候开。谢小侯爷打赏。你得了多少啊？2两白银呢，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得这么多钱。谢小侯爷、二夫人。2两，一人2两，这他妈日子还过吗？夫人呢，都发放了，侯府上下一个都没了。哦，对了，和公主合作的作坊也得有个得力的人照应着啊。那是。我想了想，先生做事精心，在府上工作这么多年，所有的进项和支出没有丝毫差错。这花露水生意也是照顾的有模有样，所以这造纸作坊，先生也管上吧。啊，夫人，我怎么，您不愿意啊？不，我是怕冒犯了公主殿下的威仪，又照顾不好咱自家的收益啊。先生多心了，公主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您只管照做就是了。好吧。啊，夫人，前些日子啊，陈家庄那边缺少人手，我让2个犬子去帮忙了。这俩小子做的还不赖。过了年呢，我打算他2个正式当差。夫人，您看行不行啊？既然是先生的儿子，之前有帮过忙，那就让他们做吧。夫人呐，钱管家呢也有个儿子，刚刚定了亲，现在呀也正想找份差事做。行，就让他去造纸作坊吧。谢夫人，谢谢夫人。夫人，齐郡主来信说，请您去南山观赏雪景，等着您回信呢。哎，慢走啊，夫人。你俩在这儿干嘛呢？啊！哎，夫人来了。夫君啊，下人们都千恩万谢，感激的不行呢。 100多两银子，心疼的我蛋也跟着疼啊！还不是夫君让妾身看着发的。夫君，齐郡主约妾身去南山赏花，你说我去不去？去呀，多看看，有感而发。那个再多做几首诗啊。夫君，我们去看杀猪好不好？看杀猪？去哪儿看？庄上。你真想看？ 夫人去看赏花，我们去看杀猪，这就是差距啊！陆先生还惦记着我的儿子，帮他谋了份差事。你说，这个子儿我是吃你还是不吃啊？哎，这是2码事儿啊。贵侄子的事儿啊，我只是在夫人面前提了提，夫人就答应了。哎，这个子儿啊，你该吃就吃啊！咱老哥俩。 在侯府这么多年了，
交情不浅呐。现如今，老哥管着府里的账目，还管着2个作坊的账目，公主的造纸作坊也归了您打理，重任在肩呐。这是小侯爷和夫人对你的提携，往后我还要靠老兄提带着些呢。哎，我说这棋你还下不下了？你倒走啊！走，啊，走！夫君，庄子里做的猪血肠真好吃，妾身没吃够，可惜都被那几个杀猪的抢着吃光了。啊？想吃我明天再给你做。真是。哎，这小侯爷、二夫人拿这么多竹竿干嘛？哦，这是做爆竿用的。爆竿？对，什么是爆竿？爆竿啊，就是过年烧的，给来年起个吉利。去年咱们家就烧了一堆爆竿，结果现在咱们侯府上越来越红火了。钱叔说了，今年再多烧点，让红红火火的。哎呀，好啊，那快进去坐坐看，我也看看怎么做。好嘞，二娘子来帮忙啊！儿子，把它塞瓷实了啊！哎，好。钱叔，这玩意儿怎么弄啊？啊，就是把硝石装在竹节里，密封好了就成了。过年的时候啊，放在火里烧，噼啪作响，热闹得很呐。硝石啊，怎么不弄点火药进去啊？这就是火药啊！不是说这种，我是说那种黑黑的粉末，比硝石厉害多了。有没有那种东西啊？黑黑的粉末啊！哎呀，没听说过。即便是有，也没硝石好使。老汉我都用了20多年了，硝石绝对可靠。那是你没见过黑火药的威力，说炸瞎左眼，绝不炸瞎右眼。共产党都禁止燃放了，等我亲自配置出来，让你们也开开眼。这可算是我第一次在唐朝过年，不弄出点动静来，那也太对不起我自己了。夫君，你说这个真的比爆竿还厉害啊？一会儿你就请好吧。呀，来了，快！来！哎呀，小侯爷，啊，东西齐了。好，没你什么事了，你先去吧。1硫2硝3木炭，硫磺，硝石，木炭，多了点。哎，差不多。也没给我带个棍子。传说中的火药就这么成了。啊！哎，把它弄瓷实了。好，钱叔，哎，钱叔，哦，你来试试这个，填点这个，填点这个。啊，好，哎。哎，停！咋了？不是，这东西我刚配出来，我心里没底啊！你别装太多了，咱们先拿个小的试试，别伤了人，不值当了。哎，对，这根行，也别填满了，填一半就行了，剩下的用纸塞上，塞紧了。小侯爷放心，老汉我用了20多年的爆竿，从来没出过事儿。这黑火药虽然没用过，可心里还是有数的。钱叔，您这次就听我的吧，别再有个万一。小侯爷既然这么体恤下人，那就听您的。在整个长安城，就咱钱叔的爆竿是长安城最响的。谁要敢吹牛逼，我拿你的宝剑，我戳，我戳他。好，钱叔啊，哎，一会儿把那个填了黑火药的就给我就行了，其他的你们先烧着玩吧。
哎，算了算了，你们都退下吧，啊，我亲自来放。小侯爷，还是老汉来吧，往年都是老汉放的，就不劳小侯爷的驾了。钱叔小心点啊！没事没事。好。钱叔，出什么事了？快来呀！出人命了，快帮忙！哎呀，这是怎么话说的？二娘子还愣着干啥？快背呀！快！哎呀，哎呀，我来！二娘子，来，快点！这边。钱叔，钱叔，你醒醒啊！谢天谢地，你终于醒过来了，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能哭就没事了。那个，栓子，赶紧去弄点热水，给钱叔洗洗。哎，好嘞。二娘子，你去外边把那些破烂的都收拾了，要不然夫人回来该生气了。快！小侯爷啊，能不能让二夫人回避一下？你回避一下。哎呦，这回可是有多大脸现多大眼了！往后让我老汉还在侯府里怎么为人呢？碍事啊！哎呀，自家人。哎呀，我老汉糊涂啊，怎么不听小侯爷的劝？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啊！下回注意就好。再没有下次了，我这辈子再也不碰那个爆杆了。侯爷让我的两腿放软，你到我屋里给我拿条裤子来。你呀，好好歇着，我呀这就去啊！谢谢。深呼吸呀，深呼吸。哎，对呀，别笑了，先生，你快去给他换条裤子吧，别着凉了。这么回，我这就去，笑到头疼。夫君，改天让管家再做几个爆杆成不？不成，你没看见刚才多危险？你还想玩？我回头就把那些火药都给他收了。对，不许闹了。夫君，我给您捶捶腿，您眯会儿。哎，笑死我了！睡前捶捶腿，解懒解乏又解累。夫人这么早就躺下啦？夫人回来了。夫人，南山风景好不好啊？美，但是妾身更想看钱叔烧爆缸。你都可知道了。方才服账房都告诉妾身了，没想到钱叔一把年纪还这般顽皮，真是笑死人了。那老头啊，爱逞能，给他吃点亏，长长记性，以后就不敢了。那夫君就太小看钱叔了。这老头啊，可是咱府上出了名的好了伤疤忘了痛，这会儿啊，正在前院研究双响的呢。啊？真的假的？这哪行啊？这多危险啊！我得去把火药给他们收了，闹出人命来就完了。真要闹出人命了？哎呀，了不得，真是了不得呀！这区区粉末能有如此的威力，了不得！小侯爷真乃神人也，真他娘给力！我说老钱呐，你这人可真没记性。你说刚才差点丢了老命，这会儿又变本加厉，可整出个双响来，你真的怕什么？一回生二回熟。这小侯爷不是说了吗？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看来，得，哎，我不是我耳朵。钱管家在烧啊！还玩呢？小侯爷，夫人你也来了。哎，我倒是想烧来着，可是火药用完了，爆杆也没了。那就去买啊！这大过年的也不多准备一些，多扫兴啊！现在就差人去买，多买一些。侯爷夫人，
这火药没地方去买，这是小侯爷亲手配制的。夫君，还有再配一些嘛？切成还没玩尽兴呢。哎呀，求你了！好，配。但是呢，要约法3章。第一，只准看，不许自己烧，有违反者，休想让我给他再配第2次啊！第二呢，今天晚上太晚了，邻居们都睡了，要有公德心，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。所以呢，等明天一早起来再给你们配。第三呢，我现在还没想好，但是最终解释权还是归我所有。子豪这一集呀，是爽到了极点。发年终奖，吃血肠，玩爆肝，他居然瞎猫碰上死耗子，发明了征服世界的利器——黑火药。下一集，子豪发明的炮仗在长安城引发了无数的围观，年味十足的大唐新年让子豪充满了喜悦。